交通部统计，今年初到9月初6的道安数据，即过路人死亡人数有134件，上届这县市是桃园、台中、台南甲高雄。交通部也讲，最近有发现讲，这个轿车、乌托派无要让过路人的情形有伫咧增加，也要求这死亡事故较侪县市政府就要加强执法，以护这道路安全。新任交通部长陈世凯9月上任，伊表示，道路安全是交通部的重要议题。针对各界关心的过路人安全，根据交通部统计，今年初到9月初6，累计过路人死亡人数有134人，上届县市是桃园市有17人。顶礼拜8月31到9月初6，也有一个过路人伫桃园市车祸死亡。营业大货车，它从文化2路，它要回转进去文化2路34巷口的一个加油站，然后跟行人就是红色的一个步行的一个方向发生的一个碰撞的一个情形哦。然后这主要的一个肇事原因就是车辆未停让行人。交通部表示，最近有观察到汽机车无让过路人，也是过路人违规的状况，拢有咧增加。针对车祸增加数量较侪的县市，交通部要求加强执法，但是说互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大部分批评，无应该把责任放伫警察基层，应该检讨交通法规。交通部也做出回应。道安的改善被从3个面向去做，就是工程、教育跟执法。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监理，因为违规而进而造成死亡事故的县市，如果比较多的，我们是希望这个县市能够加强执法了，并不是说有所有的县市，我们是希望说这些事故比较严重的县能够加强执法。交通部表示，有咧透过多方面的手段加强道路安全。另外，针对中秋过节大家行肉团圆，交通部也提醒民众唔通过路驾驶，也袂使食酒塞车，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做伙维护道路安全。记者郭文社桂林台北报道。